繡帶 zodiac。希臘文裏面星星是 astron， 而學文呢，大家大概都會更熟悉，那就是 lotad 合起來就演變成為今日星相學的英文 astrology 演繹。在希臘文裏面還有一個解作動物的字，跟星相學很有關係，那就是 zodiac， 也即是今日英文繡帶 zodiac 的字源。在我們的太陽系裏面，9大行星繞日的軌道，包括地球在外，大致上都在同一個平面，只除了個別行星有些微的傾側之外，尤以冥王星的傾斜度最厲害，約為17度。如圖1，也就是說，各行星都似乎像一些放在地上的皮圈圈樣繞日運行。而如果我們把宇宙想象為一個大得不得了的球體，其中心點就是我們所住著的地球的話，那麼太陽系中各大行星繞日運行的那些皮圈圈投射到這天球上面的話，就將會得出一條想象中的天球周界，這周界就是題目所謂的繡帶圖義。而居住在地球上面的我們所可以觀察到的，就是太陽，也像是循這條繡帶上面運行。當然了，這其實只是一種小運動，動的其實是我們，而不是太陽。太陽在天上的這一個小運動線，也有叫做黃道 ecliptic 的這條路線，剛好在天球上面穿過好些星座，而這好些星座的名字都或多或少跟野獸有關，故此在某一個意義上面看，這黃道就是繡帶，雖然不盡相同，而黃道因為穿越過12個星座，故此黃道12宮也就同樣是繡帶上面的所有成員。圖3所顯示的就正好是太陽運行在雙魚座，其實只是地球在運行，而這個時候也正好是陽曆的2月20日到3月20日左右。別忘了，我們的曆法都是按天體的運行而制定的。假設你在這個時候出生的話，就是星相學所謂的屬雙魚座的人，而事實上那個時候太陽在雙魚座，其他行星可能會位於其他星座。你出生時詳細的星位圖則要透過星相家的翻查資料作出。這星位圖就是你出生時各大行星的地圖，故此又叫出生圖表 birth chart。這個我會另文再談。回說繡帶。今天在天空上的星星仍千上萬，但聚合成為星宿的計算則約有88個。古老中國天文學中分為28個。早叫了你去參觀太空館時，別只顧着討好女朋友，要多點真正用心的參看各展品的了。而繡帶上面則剛好有12個，那就是為人所熟知的白羊、金牛、雙子、巨蟹、獅子、處女、天秤、天蠍、人馬、山羊、水瓶和雙魚座。又是羊又是獅子老虎的，可以稱得上是繡帶吧。事實上，這12星座並不完全佔據着這條繡帶，而每一星座所佔據的位置也不完全是30度。把黃道或繡帶當成360度劃分，每星座就得30度。在星相學上就架的剛好30度，在天文學上卻並不。至少有2個星座有部分入侵了這條繡帶，叫星相學家15、16的，不知道該不該把傳統的黃道12宮擴展成為黃道14宮。那2個入侵的星座就是蛇夫座 Ophiuchus 介乎天蠍和人馬之間，以及巨鯨座 Cetus 在雙魚座和白羊座中間入侵。一如前述，雖則普遍的星相學家都堅持傳統，以為這2個星座對人的影響有限，不予考慮他們加入繡帶的申請。然而，有少部分的星相學家則比較仁慈。12星座果真擴展成為14星座的話，說來好笑，我經常開的那個我屬14座的玩笑就可以美夢成真了。把繡帶定位為12星座的大概是希臘人，但其最原始的發明者就一定得是巴比倫人。古巴比倫的星相學裡面用了比14星座還多的一個18星座系統，這在我別的文章中已經提過。
問題是，不管巴比倫人還是希臘人，他們如何會想出繡帶上面各星宿的名字呢？比方說，要在夜空中把組成金牛座的那約莫13顆星星聯想成一頭沒有下半身的牛，可真的不容易。而又為什麼會想成是牛而不是蛋叉呢？由我來聯想的話，就個個星座都似蛋叉，又或者紫淵、波子棋，諸如此類。我這是還同式的想法啊。答案就是這跟宗教崇拜有關。不管巴比倫人、埃及人、希臘人等都好，他們都是多神崇拜的，不單拜多神，也拜牛啊、拜狗啊，諸如此類。是以，這就是他們發展出繡帶的原因吧，而沒有像我的發展出一條玩具帶來。白羊座的那頭公羊不見於巴比倫星相學，最早出現在埃及，但似乎又不是埃及人獨創出來的。結論是起源未明。金牛座是巴比倫的鳥，他們有一個雷電之神會變身成牛。希臘人則說這牛是宙斯 Zeus 有一次溝女時所變的。原諒我出言，隨逐雙子座則也是巴比倫人的發明，其星座上面的 Castor 和 Pollux 雙星都大致上有相同的明亮度，故此易使人聯想到孿生子。有趣的是，虔誠基督徒可能不喜歡知道，猶太人是以為這雙星是代表大衛和約拿單 Jonathan 的。巨蟹也是巴比倫人的發明，在埃及人及更後期的阿拉伯星占中，巨蟹卻是一對巨龜陰公。巨龜座，而在希臘神話裡面，這蟹更慘，是天后希拉 Hera 用以謀害大英雄黑球力士 Hercules 的，被黑球力士一腳踩死，再被封上天當星座。獅子座則幾乎可以肯定是始源於埃及。巴比倫星占中本來叫大狗，到了傳至埃及人之手，狗才升格為獅子。這點點瑣趣知識，而附告訴你一些太傲慢的獅子座朋友。至於處女座，不管巴比倫、埃及以至希臘，都把它如一些大地、女神之類的神子聯想起來。天秤座也是巴比倫人的發明，巴比倫人士以為那是代表清涼谷物的一個時節，緊隨着可以代表豐收的處女座。天蠍座是夏天比較易看的星座，各有哲學天文觀星以吸引女孩子的男讀者們，而留心這星座可勾起不少話題，有意看肯定使你儼如觀星高手，也是巴比倫人的發明。在他們的 Gilgamesh 神話中，有一個半人半蠍子的怪物。人馬座也言，巴比倫神話是以為它如天蠍座都同樣代表那半人半蠍怪物，直到希臘人手裏才獨立成為半人半馬。山羊座也是巴比倫始源的，代表一個叫 Ea 的神，樣子是半羚羊半魚，古古怪怪。最後的兩個星座，水瓶座在巴比倫神話中叫 Gilra， 本來只解作巨人，到埃及時代才無緣無故的多了個水瓶。雙魚座則是巴比倫神話中的南方大魚，這種說法一直都沒有改變。繡帶的種種都談過了，最後要問你一個問題，好動搖你對星座的迷信心理。身為萬物之靈，沒理由受一條由野獸組成的皮帶影響吧？對不對呢？哼繡帶。